有些女生啊，长胡子男孩旺盛，近距离看就一徐江。就算化了妆啊，看起来也不精致。其实女生长胡子大部分是因为基因决定，所以不要对这个事情太过羞耻。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雄激素分泌旺盛，那导致汗腺发达，那唇毛就变浓密了。用蜜蜡调护记忆不就可以了？这样会刺激毛囊，容易得唇炎哦。那激光脱毛呢？咦，你打开钱包看看。要你零成本在家搞定唇毛，安全又温和啊！第一步，洗完脸之后呢，把逆着唇毛方向在唇周涂一层厚厚的面霜或是乳液，这样呢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那第二步，拿出你的眉刀和凡士林，如果没有凡士林的话，润唇膏也可以。然后用棉签涂在眉刀的两边，然后顺着唇毛伸展的方向轻轻刮干净 ，OK 了。把唇周围的毛毛擦干净。洗完之后啊，一定要收缩镇定，用冷藏好的爽肤水湿敷唇周2到3分钟就 OK 了。最后少不了涂一层精华或者面霜啊。那这套流程下来，小胡子轻松搞定啦。坚持1周1次，1个月左右，你的胡子越来越细了。谁会画你是徐江？關注我，令你變得更索。